台语就是大家拢咧面对的物件，台语就是我的生活，哦，起起落落，出出入入，大大小小拢用台语。细汉的时阵，腹肚一定会足枵的，所以拢会找阿嬷。阿嬷，我腹肚枵啊，我要食饭配汤，这是我细汉的记忆。因为我是台北大汉的，所以伫台北爱讲台语，其实是较困难的代志。记忆当中，其实大部分讲台语的时阵，拢是甲阿嬷。台语伫我的记忆当中，拢是足快乐的。直接思考，直接用台语思考，迄是一个一定爱去你的坎，甲直接台语思考当做一个目标。啊，这个目标达到以后，后一个目标是啥？是你做完汉语嘛讲台语，安尼你就成功啊。西好把比搞搞唱乐。这青蛙吼，你要改做台语，你会使甲讲四卡，四卡。啊，你若是搁要搁较文雅咧，较水咧，你会使讲田阿爸，用伊的声来和伊的名。啊，所以我内底我就唱做田阿爸咧跳。哦，哇！你就是在讲，我明天要去倒位，要成为谁？其实我开始的时阵，我拄仔开始的时阵，我毋捌要甲即个做音乐当作是我的职业。今年我出道30周年啊，这些都是我的青春啊。1989有掠公关对毋对吼？啊，1990有民强、陈明忠，啊，这个物件，互真侪社会学家讲啊做新台语歌运动啦。啊，小弟嘛吼，真好运就对啦，有哪有伫中间就对啦吼。不管新台语歌、旧台语歌，大声细声吼，正手边倒手边吼，拢是台语歌啦。摇滚乐对于少年人来讲吼，真正有这个 power 的代志，伊是阮的工具。上重要是，这个工具会当来，互较侪人知影阮故乡的故事啊。乡亲福乐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阮是台青椒啦吼，阮为岐山来。不管是台语，还是讲客家语啦，还是讲原住民语，伫台湾这片土地其实是足可难的吼，足可情的安尼。伫咧高压之下的政治环境，要讲家己的语言是足困难的，特别是咱的爸爸妈妈迄代，甚至讲即马你可能会叫足侪长辈来讲，会使来讲台语无？啊，毋过因感觉讲无啊，我已经惯势讲你是少年人，我一定爱甲你讲华语安尼，会使甲家己的母语渐渐啊讲转来，这是足重要、足重要的代志。台湾的一寡民间的物件，其实足侪劳动的物件，足侪价值拢是用台语来发声，啊会当用台语来写歌，会当用台语来做社会的代志，其实拢会当来影响到足侪社会的思考。你用各种方式来将台语，你要做摇滚的、做嘻哈的、做电音的、跳舞的、做囡仔歌的，啊，我要做爵士乐吼，注意甲我看一下哦，袂使互恁失望，无闹贵的吼。若是讲会使甲台语这个语言讲较闹热的，迄个感觉是快乐的，毋是悲情的，毋是苦情的，是我愿意讲，啊，愈讲愈欢喜。将台语吼发光吼，发热吼，发甲全世界吼，就是爱咱台语的方式就对啦。这是雄雄出声，雄雄出声。